個肌肉係咪收緊晒個 core 啊？哇，有啲想暈啊啱啱。使唔使飲啖水先啊？要頂一頂啊！真係好似做完一 part 運動咁。不過氣啊！見到大家咧係大家都會喘氣同心跳加速係好正常會發生嘅事嚟嘅。咁又有一個同 Miro 見面傾偈嘅時刻啦。咁啊飲咗水先，表演咗飲水先好冇？因為呢個都緊要。好啦，OK。咁啊，你身為呢個網癮少年啦，係。咁啊，有冇一啲喺網絡上同Miro 互動，你覺得係好過癮嘅經驗可以分享？過癮嘅經驗都有嘅，即係近期即係呢個 Threads 好流行啦。咁其實都可以睇多咗好多大家嘅一啲資訊啊，或者一啲大家嘅 comment 啊，或者大家有時。我覺得大家好得意，有時會整一啲好搞鬼嘅嘢。咁我有時可以見到啲 comment 又可以留下言。我覺得呢種互動都好得意嘅，即係可以同大家嘅，即係好似即係大家可能未必 expect 我會睇到定係點，但係我都可以喺下面同佢哋搞下 get 啊、玩下咁樣。我覺得呢個溝通模式係即係以往可能 IG 或者咩我哋真係唔會咁樣去做，冇咁容易個演算法派到俾你。係啊，咁所以都呢個我覺得近期比較好玩。咁譬如見到一啲嗰啲 meme 圖咧、改圖咧，會唔會都有經驗到大家嘅創意咧？啊，都有㗎，都真係有㗎。我之前好似 po 過一個我自己喺韓國嘅時候跳起咁樣嗰張相，即係叫大家幫我 P 啊，有火箭啊，有去太空啊，跟住又變咗條薯條啊，即係有覺得我啲 fans 都幾有創意。係，咁即係未來如果有類似好有可塑性嘅圖，都歡迎大家去發揮呢個創意，做呢個 P 圖大師嘅咯。歡迎啊！我會去留下言啊。OK， 演算法係會派到俾佢㗎，佢係一個網癮少年嚟㗎。OK， 睇到好多大家喺度講嘅嘢，冇錯。OK， 咁啊喺呢個時刻同 Miro 嘅距離咁近，有啲咩説話想同我哋講？年度嘅難得嘅時刻。今日第2日啦，咁就多謝大家。即係呢2日都出席嘅每一位 Miro 啦，好衷心多謝你哋每一位。我覺得琴日都令我印象好深刻嘅，即係經過咗琴日之後，因為琴日都長時間啦，大家喺度可以見住大家，有每一位 Miro 去答謝咁樣。我覺得之前上年都有講過，即係關於充電呢樣嘢。咁我覺得今年都係有一種好充電嘅感覺，即係經過琴日，即係雖然講真係好攰。即係我一完咗翻去之後，哇！成個身好似散咁樣。咁但係即係雖然生理上好攰，但係個心靈上嗰個滿足同嗰個力量係好大嘅。即係我相信唔止我相信每一位都會係，就係即係真係親眼見到你哋每一位，然後聽住你哋同我講嘅每一句説話。即係琴日好多人同我講加油啊，永遠支持你啊！即係見到大家嘅對我嘅眼神。見到大家對我嘅嗰種真誠、嗰種衷心嘅祝福，好多時大家講我都覺得都好感動，即係覺得好似阿媽，即係好似屋企人啊，即係好似大家好似會擔心我或者會點樣，即係不斷俾好多力量我希望，咁所以即係呢種大家嘅互相俾力量，大家呢種支持，我覺得係好珍貴嘅，咁所以十分之 enjoy， 好多謝大家每一位，所以希望今日大家都 enjoy， 同埋多謝大家一直對我哋 Mirror 嘅每一位成員嘅支持，一直嘅不離不棄，所以好感恩，好開心遇上大家，多謝。咁難得有呢個全部都係一家人嘅家庭聚會，不如就為呢個聚會帶嚟你嘅音樂表演啦！將個台交俾呂俊安。好啊。雖然大家應該聽到把聲已經冇乜啦，但係我都 OK， 我都送俾大家呢首 Again， 大家同我一齊唱啦。邀請各位，相信再差空氣都有再生。
在裝街角，美麗能自拍。如行囊只需吉他，前途只需驚訝。挫敗過的不將傷痛變做習慣，將得到再生的愛一夢再出發。祝福各位衝過再急的雨，心血能淨化。如隨時計算代價，隨時可以害怕。站在這裏，繼續再唱新歌，再去闖新世界。回憶多刻，都要再多一次期待的指甲。天多黑，都要再光一次餘剩下。要是能相信無常，渴望如一也會在。給你承諾，給我約會，堂堂不理他，繼續再浪漫。因此各位將要再多千歲先至再牽掛，祝福各位將會再得一切風雪講下，亦能去到盡嗎？亦能生到活嗎？站在這裏繼續再唱新歌，再去闖新世界。留下到你哋。回憶多刻，都要再多一次期待的指甲。天多黑，都要再光一次餘剩下。要是能相信無常，渴望如一也會在。將你祝福我快樂，即管不理他，繼續再浪漫。唔該晒 Eden， Thank you，可以翻到後台稍事休息，轉頭再見。